吼，咱即马共款来介绍甲即个手的动作相关的台语字。咱首先要来介绍的即字叫做隔，吼，即字华语意思叫做打开啦。咱譬如讲，用手隔开，吼，用手隔开，吼，用手隔开啦，用手隔开才对，吼，就是用手把它打开，吼，隔，吼，好。再过来，下面这个字念成 cat，哈，轻轻的敲击。咱比如讲 cat 欢乐会，就是敲击火柴点火，哈 ，cat 欢乐会，欢乐会就是火柴嘛，哈。好，再过来这里叫做刮，就是用手掌打人的脸。咱譬如讲刮嘴皮，哈，你若无听话，然后叫老爸老母给刮嘴皮，就是打耳光。另外还有意思是那种涂抹的意思，粉刷的意思。咱比如讲，刮阿木头啊，就是涂水泥啦哈。那阿木头的意思就水泥嘛哈。好，再过来下面这个字，我们把它台语念作轰哦，就是果的意思。然后以掌挥击打人，给轰了去哈。好，咱比如讲，嘴尾给轰了去，哇，就是赏他一个巴掌哈，叫做嘴皮给轰了去啊。好，再接下来这里哦，叫做吼哦，就是用手将水泼洒。咱譬如讲泼水啊，就是泼水的意思，泼水啊。另外一个较早台语真老牌的艺人叫做厚道，厚道大家知道嘛哈，叫做厚道，这个厚是这个厚哦。好，谢谢。